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3届粤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，让我们与您一起穿越时空，去品味粤剧名段的经久魅力。原来把永生之给人家，见前面一曲红将，不是寺院亭子庙宇，正好前去结束一宵，明日再走，向今晚君做过马西亚里与方看，到水望与老道知名一样谁用身体原来是属姑庙，这边可有师傅，那边可有当家，两旁夫人只有在此安息了吧。闻听人言，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，倒是一位慈悲的仙子，我理该作告一番华山圣母娘娘在上，若生留言唱诸句泸州，有神听讯张国思索，此番上京赴考无辜华山，三界娘娘仙公一席之地，足顾有志其身至此吧。娘娘啊，是为人共相助，杂碎鲜花，我只有共上手，深深一拜。中芙蓉面，不用待人情丝发，地上已是秋水盈盈，两道眉是远山妈妈，哪里是河水吊你苏娘人，分明是九天仙女把羊带下。见娘娘伤我病重，定是脸面流离失所的百姓，真是令人可亲啊，是可悲。
曾言道娘娘是悲仙子，为苍生出丧眉，煞费心思。真乃是人间佛度来历史，你莫否有人真相事。迷信我莲灯之影迷路卡，心想寂寞无人知。今晚我会要交臂的是举仪表扬莫小此。不免待我在墙上题诗一首，以表扬我之意，有何不可？记录莲灯被哭泣，我妹因为乱离别。莫非有你风头人，又有天台采阳人，泸州流言场地。记录莲灯被哭泣，我妹因为乱离别，莫非有你风头人，又有天台采阳人。众儿啊，众儿，你若有令，将我演唱一篇仰慕之意，上达娘娘吧。啊，娘娘，你休言我这读书人的当头啊！原在生母笔下。一笑好梦平安福啊！荒唐啊，是荒唐！仙子实有留人采呀是天台，娘娘啊，为什么并无仙女梦中来？娘子，你晓得没？这清真四角修鸳鸯，家与纱帘谁所想？碧落得青丝谁
娘子的真词是无上，伸手去过人家长。青铜镜照彩里墙面庞，娘子，你生得美。娘子生错落衣，要见为他红花轿，娘子坐下扎丝履，头上做也不语，娘子要他6万数，耳边6万要百名，十指尖尖引他看，浅浅的西部风把泪。娘子，不是也吧？对了，我有话说了。听说你13岁早能走数，30月的谁一苦，谁无一朵大空儿，谁落下边做师傅，谁去与我成夫妇，偏是我公在海陆江湖，恨不能与妻长相过，原来子啊你莫言顾及莫言苦啊。
魏大臣，今我们若报天下正一统，不惜那生灵涂炭关古铜，恨我长未能终止是长征，只落得败笔江山在风雨中，此番他孤军深得江南去，怕的是长西要遇杀断西风，因此渡江死不传，猛虎越过深山丛，杀不拦江阻去路，纵虎归山无穷。魏大人啊，神若推身非粮草，他的历史功业正颂，杀不一转错地风，国师为着神心宽山，百比江山气场八空，因此我拦截上将就是尊，若是那御马当先万马中，若是那民心振奋企图，千两万自唱他颂，若是那将士把剑拽上去，齐聚万马当王龙，万我山是一座好叫那金欧神，他再不管立马无山提一风。
几届越剧大奖赛的举办，不仅为越剧观众带来了福音，同时也让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的演员们有了一次表现自我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各个地方、各个乐团的同行同台竞技，真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们，也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，走上了成名成角的成功之路。起身在关望呀。
山鸡怎地会来到国庙？苏三何如的不得当听公子的下落？公子，你竟会落到这般光景，不敌也罢。自从你去把相送，王八八儿兄子相，狠心将我拐出门，我虽经饥外不自当，我是为不得家乡，记不得爹娘，若怕看爹有谁想，我也曾把那妇女不心脏，他们是不念旧情翻吉祥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把儿子千方百计来做娘，幸亏经过把心痛，谁得相会在关忘了张平、张峰与张成才能相亲，在光庙。你今儿走当双，我决心为家尽多去怀靠，这样就好。人间心。
想我，你是否要苦于自在？怎么才被赶出国门？一路就前，回到这里，这房间上公主也明，我就是死也不愿离。有了，你不会死，你不能死。有了。
喜，有比在我寻我媳妇来。要子，是下子再也不管了。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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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相比与你娘子聚恩爱，我难靠啥一丈夫妻半路情，是现在苍苍私奔多下山。谢谢，过来。我来问你，娘娘待你是好？娘子嘛，是好的。你的娘娘可是真心？我是一片真心啊。这上指什么？这下嘞？你知道与什么天嘞？与什么地？普天下人心人要算是你，到我是两下里恩断千年，斩断这姻缘不分东西。娘子，谢谢不能没有你娘子。亲戚，谢谢下次再也不管了。娘子，谢谢下次再也不管了。情缘家，心缘深，离散终生无一回。当初媳妇真花烛，只怕与穷是永相随，不料美梦难聚。
你就当吧。看到这些纯真青涩的面孔，可能您也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。一转瞬间，已经20多年的光阴流过，对于台上台下中暗戏曲的人们来说，光阴留下的一定是许多值得鼓掌的精彩和值得珍存的回忆。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